今日嚟到旺角食馬來西亞嘢食。嚟試下依間馬來西亞茶餐廳蘇媽蘇媽，喺旺角站 A1 出口有 lift 上地面，行幾分鐘就到。餐廳裝修都幾特別，另外有個小閣樓，地方都幾大，啱啱開鋪就唔多人。啲懷舊嘅裝飾佈置好似返以前咁。餐廳都係用 QR code 落單，睇下啲咩食，都有唔少嘅分類。有啲必食推介，有肉骨茶，仲有啲主食同埋其他嘢。我哋叫咗幾款試試。馬來西亞拉茶叫少甜啱啱好，個酥餅啱啱整起好熱，唔會好油膩，好香脆，唔錯。咖喱醬都幾香濃，唔算辣。豬頸肉都幾爽口，有幾塊就肥咗啲，一碟份量都唔少。個沙爹醬好香濃，好惹味，花生味唔會好重，甜甜地。夾埋豬頸肉食就唔會覺得太流。機械人送餐同個環境好似唔係好夾。檳城辣沙米粉係冇其他餸嘅，只係得米粉嘅啫，冇加入椰漿就比較辣啲。冇肉或者海鮮，感覺上價錢就貴咗啲啦，味道就一般啦，麻麻地。白咖喱個湯淡咗啲，如果濃返啲就好。豆腐魚蛋就幾爽口嘅，豬紅都幾誘惑 ，OK。蝦仁就有幾隻啦，呢個雜菜腐皮卷一般啦，仲有一隻蜆同埋青口都幾鮮甜。今次埋單就268蚊，都唔算平，只收現金或者係微信支付，八達通唔收嘅。總括嚟講，小食就比較好食，酥餅就唔會太油都 OK， 豬頸肉都爽口唔錯。兩款湯麵就差咗啲咯，仲有好多嘢食都未試，下次有機會再嚟試下啦。以上係今次個人口味嘅感覺，質素唔一定次次一樣，希望俾一個少少嘅參考大家。今次條片到呢度，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嘢食，拜拜。